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再生能源公司欧斯玛骗人投资，赚超过10亿，受害者上千人，当市场顶4个人已经受押禁见。台中有警察涉嫌甲汽车代办业者斗空，开假罚单，地检署发动搜索，传唤到案，有5个警察交保候传。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全国演说，讲会正式要求各国追加美金1000亿的预算，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有一个2岁外查甫囡仔，规身躯是全伤，送送去病院了后不幸休克死亡，那就是去服液态可毒。检方目前是介入调查，甲这个查甫囡仔的亲生老母，佮有带做伙查甫人申请羁押。查甫人行出电梯，赶紧要甲查甫囡仔送病院，边仔佫有一个查某囡仔倒咧，一家伙仔4个人骑机车要赶去病院。在这中间有发现他身上包括头部身体还有四肢都有淤青然后有伤口。不过查甫囡仔送到病院了后，因为规身躯全伤，尾后也是不幸休克死亡。病院怀疑查甫囡仔是互人苦毒才会死的，就赶紧通报警方。那检方也伫第一时间介入，发现了后，针对查甫囡仔的老母和带做伙的查甫人，甲法院下请羁押。任2人涉犯《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12条第1项及刑法277条第2项。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等罪嫌。2岁外查甫囡仔疑似受到苦毒死亡，台南市长黄伟哲知影了后是真生气，遂下令赶紧安置查甫囡仔的阿姊。我们会马上依法做适当的处理。那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由台南地检署全权侦办中，在行政上我们来尽量做安置。几啊个月拢无看，我有烦恼，我讲，恁儿子。害恁阿无看恁儿子啦，恁出去恁囝咧困，阮哪会逐工拢咧困啊？查甫囡仔的老母和带做伙的查甫人，做伙带一对姐弟仔，长期以来拢住伫台南市区一间普通的饭店，靠老母做保姆来饲家。带做伙的查甫人是负责顾囡仔，不过去年就捌发生查甫囡仔互人苦毒的事件，社会局也介入安置。今年7月，查甫囡仔才回去伊的原生家庭，社会局也来管这个高风险家庭，想未到悲剧也是发生。也是尽量在我们的一个案件确定之后，当然是可以回到家更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会持续呢安置姐姐。目前社工也带查甫囡仔到病院检查，也启动紧急安置措施，确保查甫囡仔的人身安全。记者台南报道。台北市有一间非营利的幼稚园，哪像管教无妥当，议员讲有囡仔做体能训练，已经跋倒3届啊，老师煞搁甲拖咧走，搁要求囡仔爱倒头栽，囡仔喊疼，老师嘛唔插。幼稚园即阵是有出面驳回，讲这是病院评估的早期疗育课程，欢迎来调查，向老师一个清白。伫社区内面的非营利幼稚园，囡仔伫咧做体能训练。有人体力无好，跋倒了，依然被拖来行。所以果带到边仔，2支手盘饲伫咧涂骹，规身人倒头栽，时间有到1分钟。另外一组的囡仔是伫咧PU跑道做小牛刹车的动作，有听到囡仔伫咧喊疼，引起附近的大户关心，向议员投诉。园长刚刚他没有办法出席，甚至还谎称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当时候在社宅，非常多的住户都有看到、有听到小孩子喊痛，但是老师呢置之不理，继续拖行孩童。议员这个囡仔遭受到不当的对待，讲这间幼稚园10月16到10月20的课程，拢无倒头栽加小牛刹车这款训练课程。对此，幼稚园以代志也搁伫咧调查，并无参加记者会，也澄清伫咧影片内面的囡仔，经过病院评估是需要提供早疗课程，才会训练因的肌耐力。他们2位的家长很清楚，我们的老师有帮孩子个别做肌耐力的训练。我欢迎他们大家来调查。如果我们老师真的没有做到这么严重的事情，要还我们老师一个清白。如果有我们要调整改善的，我们一定会来调整改善。调查期间原则是1个月，那如果案情比较复杂，可以评估延长1个月。依照相关的调查办法，我们可以请园方是请他暂时调离现职。
社会局讲，利效不同对待部分是适用利效款法来做裁处。因过因为幼儿教育也个照顾法已经修法，今年3月实行了，有关幼儿园内面不当管教事件的调查甲处理，是优先适用幼教法的特别法，将会转介到教育局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消防局的救护人员昨下晡伫北区中英路紧急救护，因为救护车临时挡伫路边，有一个骑奥多麦的查甫人袂得过，抓气着要拍救护人员，佮摕罗赖把要共攻击，事后是向医生发办。自讲遇到台南市消防局公园分队正伫咧长营路的巷仔底执行救护勤务，救护人员处理好势，准备要后送时阵，煞拄到这位骑奥多麦37岁姓郑的查甫人，自50公尺远就开始一直是喇叭，并且对救护人员大细声。你叫人家我来过啊！啊，你个中掉的！救护人员赶紧回报给指挥中心，不过这个查甫人开始掠讲，我棍救护人员手举起要拍人，4楼的救护人员看办事唔对，该压制伫涂骹，造成消防员骹、手、颔骨啊拢有刺伤。在压制的过程中，我有右手手肘以及右脚膝盖，还有脖子，还有左耳后都有一些擦挫伤的痕迹。另外一位消防员甲伊考讲了，这个四地桥倒摆查甫人才转去，尾仔看到伊佫回头转来，这回手内摕2支螺丝架，又佫要攻击。4楼的救护员袂甲伊高高低，退到台南后壁指挥部大门口，经过通报，警察到场处理，将这个四地查甫人带上去派出所。本分局实践派出所接获报案，消防员遭到男子攻击，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将37岁郑姓男子带回派出所侦办，全案将依妨碍公务及伤害罪嫌就办。被攻击的4楼的救护员，事后告被验伤，并且提出妨碍公务加伤害告诉。消防局长李明芳决定告到底，绝对无容忍这种对救护人员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讲有专利的技术，会当甲莲娜树龄回收定制做绿电的再生能源公司奥斯玛。因涉嫌用电话感性行销招人投资，讲以后百变会趁钱，违法骗人买要袂上市的股票。不过因毋若无专利，公司嘛是空空领领。奥斯玛拢总甲人骗超过4亿，受害者有上千人。即阵董事长、总经理等等4个人拢已经受押禁见。大电警的所长直接去公司掠人，带回真侪高层文件、大细条囡仔做伙拢炸走。欧斯玛再生能源科技涉嫌吸收资金的诈骗。欧斯玛的技术不只可以解决废轮胎的问题，还能够生产绿能。讲有专利技术，会当甲废弃物透过热力解重新做利用，变做再生油，转化做纯绿电。靠这种的讲法找人投资，再搁用一句伫要上很贵，获利会真济，互被害人开大钱，各位未上贵的股票。用股票换钞票的方式来吸引民众，来诈骗民众，以每股40到80元的一个价格呢，那进行未上市股票的一个贩售。承诺的上柜期限，讲跳票就跳票，已经有14个人报案。不过警方初步估计，被害人数1000多人，不法获利超过4亿。得手一届也无够，欧斯玛3工前也个计划要吸收后一个资金计划。第二波吸金名义是以本次公司有获利，然后要增资。这间公司所有的专利跟合作项目都是虚构的。讲为了让被害人相信，搁找政府来背书，要入去桃园虎头山创新园区，搁加新北县市完有合作，检警快速发动搜查，就惊有人搁哄骗。即马各机关嘛买回讲，甲欧斯玛无关系。虎头山创新园区设立至今，该公司均未进驻，该公司与园区未有相关合作计划。本局并无与欧斯玛有任何合作，为欧斯玛单方面发布，本局并不知情。10多人双手封扣条的以上，经过检方核实了后，包括公司的董事长张贵挺，也有总经理陈文熙等4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另外，还有3个人得到10万块交保，专案是以涉犯证交法洗钱、加重诈欺这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警察涉嫌甲汽车的大办业者斗空，伪造文书开假罚单，互吊扣直接变吊销。罚款落落的，就会当去领牌，搁再驶上路，减少损失。
地检署昨发动搜索，传唤涉案的警察、业者，还有车主到案。其中有5个警察罪嫌重大，交保候传。员警正常出勤，对我无愿意加讲。台中市警察局第3分局有员警涉嫌开假罚单，透过软法律空芳的方法，让出租车违规吊扣变吊销，重新上路。台中地检署19号指挥警政署、廉政署等单位搜索，传唤员警、代办业者甲相关车主到案说明，认定柯姓等5名员警罪嫌重大，以10至12万块交保候传。任涉案员警及汽车代办业者涉嫌伪造文书罪嫌重大，分别就许姓员警等5人，预支10万元至12万元交保候传。汽车代办业者部分，王姓被告等7人，预支3万元至30万元拒保之。本案是汽车代办业者甲警方交结，先予因违规吊扣车牌的汽车上路，警察开无车牌行驶的罚单，依法来吊销车牌，再透过重新验车通过，纳罚款了后，就会使重新上路。车主甲租赁车行只要加开一笔罚单的钱，就会使予车重新上路，减少损失。这个法律的空芳已经伫咧今年6月30号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经必须要满半年以上，才会使重新验车领牌的条文。现行的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已做修正，在今年的也就是112年的6月30日之后呢，如果在吊扣期间呢，有违反相关规定而被吊销者，必须要在吊扣期满之后呢，再依据这个吊销的规定，6个月之后才可以重新验车领牌。台中市警察局今日透过文字回应，这个案件是由警方主动清查通报。另外，王姓等7名汽车代办业者，检方是以3至30万块交保候传。另外有2个人限制自机，3个人请回。记者台中报道。代替普悠玛的排马事故，明仔载就要满5天啊！普悠玛事故协会今仔日公开行车记录器的资料，这和行政院的调查报告无同。假是怀疑这当初讲的并且时间、还有时速，拢有可能是假的，要求中央应该要重新来调查。代替6四32处普悠玛列车，2018年10月2日，伫新马站以外并车，由普悠玛罹难者家属组成的普悠玛事故协会，向宜兰地检署调出列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发现4点49分28秒的时阵，列车还佫咧走。对比行政院调查报告讲，4点49分27秒，列车已经发生变车无同。这是行政院调查报告，当时记者会他的时间哪里去了？重点是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拿掉？因为没有时间就算不出，找不到位置就算不出速度。是我们自己算出来的，不到140公里都完全没到临界速度，所以理论上这台车子是不会翻车的。家属向民间团体တင်情，指控代替伫提供事情予行政院甲运安会时阵，故意使用无时间的画面，有隐瞒嫌疑，嘛有可能予调查单位误判列车的时速，有假证据的嫌疑，所以要求随重新调查。对这代志，交通部回应，若做有新事情，会进一步来了解。普悠玛的事故，除了检调的调查，还有包括运安会都调查过，我想就看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对于交通部19宣布代替明年1月转型做公司，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是现任的代替局长杜美，总经理是现任副局长方辉生。普悠玛家属是批评真济件重大事故了后，看袂到代替改革的诚意，也是原来官员，真互人心寒。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38%，预估明年第一季会落到上低，接落来就会愈来愈好。主要是明年的经济受到 AI 投资的影响，经济成长率可能会有关到3.03%。另外，以色列甲哈马斯等咧相战，虽然国际油价有起，不过对台湾的影响无大。受到外部加投资成长疲软的影响，中经院伫咧20早起开记者会，预测台湾2023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是1.38%，成长模式是内稳外冷，比之前预测的1.6%下修0.22%。不过自明年开始，因为 AI 斗3工，经济成长率将会成长到3.03%。
我们预期 AI 的那个整个应用，就是整个那个产业会带动一些应用以及产业的一些增长，所以外贸这个部分的话，在明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上修了明年的经济预期。中经院有称，台湾的经济将会伫咧2024年第一季进入谷底，虽然是一季一季较转好，除了国内需求增加，伫国外消费需求也有投资是由冷转温，无论是内需或者是外需，拢会转做相对较平衡的模式。这是全世界伫咧关心以巴战争冲突继续扩大，国际油价一直起，以出口为主的台湾是不是受到影响？我觉得不那么大，因为其实那个战争对台湾的影响，我们会关注的大概就是能源这一块啦。那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些贸易上占比来讲，相对的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专家有称，油价伫咧短时间内可能会继续波动，对台湾的影响无大。因为对企业势人顶头会让看出内需产业怎么是有变较好。有人力银行统计，8成7个企业伫咧第4季开会势人的比例是创10年同期的新高。他们主要是希望可以补足之前流失的人力，其次呢才是公司的例行性征才以及业务量增加，还有旺季需求。2023年虽然全世界主要国家也拢伫咧升息的循环中，不过专家讲，以过去升息的周期来推算，货币政策上紧降息的时间，可能是伫2024年年中，或者是到2025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伫北京发表全国演说，强调罗西亚甲哈马斯代表无共的威胁，为着要阻挡暴力冲突，美国就要继续援助以色列甲乌克兰，若援助的对象嘛包括台湾。Hamas and Putin represent different threats, but they share this in common. They both want to completely annihilate a neighboring democracy. You know, history has taught us that when terrorists don't pay a price for their terror, when dictators don't pay a price for their aggression, they cause more chaos and death and more destruction. They keep going, and the cost and the threats to America and the world keep rising. 拜登总统任内第2届伫北京发表全国演说，甲全美国人发声，呼吁百姓继续支持政府对抗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主。另外，北京会正式要求国会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和美国南部边境提供大概美金1000亿的经费援助。拜登强调，支持乌克兰甲以色列，就是咧对抗罗西亚和武装的组织，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真要紧的代志。继续来看，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区，加沙人民正咧等待为埃及拉法关口送一袋救援物资。不过，以色列19佮发动空袭，南部有一栋楼仔厝爆炸，造成12个人死亡，80多人受伤。有风声讲，以色列佮要出动地面的部队，不过时间点是无对外公开。加沙走廊南部干尤尼斯市纳瑟比外口，突然间传出爆炸的声音，无久救护车驶到位，一个受伤的查某囡仔惊到皮皮喘。这台小卡车驶到边外口，拖载囡仔已经唔知影人，有一户家庭总共6个囡仔死亡。以色列的轰炸是为了要保护哈马斯，要甲2礼拜前伫以色列南部发动的毁灭性的攻击。干尤尼斯市是巴勒斯坦人伫要求避难的地区，真侪囡仔不幸死亡。有几60位受伤的人送到病院，不过病院的医疗资源无够，也无电，医生用手机的手电照，甲病人动手术。We received 12 dead body. They were killed after airstrike. Between the wounded patient, we left 2 of them to face death because we don't have ventilator for them.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19自加沙甲黎巴嫩向以色列社会集团，以色列占领的西花也出现紧张的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对步兵讲话。埃及甲以色列即马一个伫咧就边的资源送入加沙的问题伫咧谈判。以色列讲，哈马斯不对联合国的设施内面偷摕燃油，将保证袂搁再发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明年就要办巴黎奥运啊！法国的检方19去敲巴黎奥会办公室，调查这活动的合约敢有乌西。若罗西亚奥会因为去互国际奥会停权，罗西亚总统普丁就批评奥运即马已经成做政治打压，佮有种族歧视的工具。
以巴继续冲突，俄罗斯甲中国甲即马固然谴责哈马斯。俄国总统普廷19出席一项体育发展会议的时阵，佮趁机会批评加入以巴冲突的国家，拢应该互国际体育比赛排除在外。Благодаря некоторым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олимпий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ы узнали, что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на игры – это не безусловное право лучши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а некая привилегия. И заслужить ее можно не спортивными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因为俄罗斯奥会这个月初单方面决定将乌克兰国家奥会下卡西地区，包含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加、扎波罗热的体育管理机构6月加做家己的成员，遭到国际奥会以违反奥林匹克宪章停权。普廷也回呛奥会已经加做政治施压，加种族歧视的工具。Ег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оступны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тлетов, федераций и лиг, но могут и должн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много шир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и спортсменами. Уже не раз говорил и хочу повторить, Россия готова и буде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о всеми, кто разделяет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и принципы спорта. 另外，明年就要登场的巴黎奥运组委会正式总部伫19号法国国家金融检察官办公室所在。组委会为筹备开幕典礼，已经签署数百份商业合约。调查人员一直关注其中的20份，是不是牵涉有私心甲大细心。组委会主席强调，这项财务调查甲东京奥运也有里约奥运的建校台免相对评论，也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公司新闻陈伟晴报道。来看这日本福岛核电厂排放核废水了后，中国就禁止日本的水产进口。为着要确认日本的水产敢有问题，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19就和南韩、中国、佮有加拿大的专家去福岛当地渔港采样本，要确认这辐射量敢有超标。渔船入港载真侪鱼回来，一碗花需要真侪科学家为伫边仔确认。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带领的团队19到日本福岛的一个渔港，对渔民抓大鱼内面做采样。自8月24，福岛核电厂开始排放核污水了，中国就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这回是头一遍采集鱼的样本。一个小组内面有包括来自中国、南韩加加拿大的专家。We've had 2 scientists here from a Chinese lab this week, and they've seen every aspect of the sample collection so far. They will also accompany us to the laboratories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and see how the samples are prepared. IAEA 讲，这边采样是日本政府要求的，经6种定立伫咧附近水域活动的鱼。样本会送互10几个参加的实验室做辐射值的分析甲评估。上面由 IAEA 通证各国的检验资料，公布整体检测报告，提升大家对日本所提供资料的信心。中国外交部讲，国际社会要求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我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为此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承担起对日方严格监督的责任。日方也应当全面配合，严防核污染水排海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福岛核污水这个月初5进行第2轮的排放，15到16两天采集的海水样本，氚的浓度达到1公升14到16贝克，是采样到即马浓度上悬的，不过是也未超过标准。渔业人士希望就有密集的辐射检测，会当让国际社会较安心。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其昌编辑。后面最高金权奖沙卡洛夫奖今年颁予已经过身的伊朗库德族女性艾米尼，佮有伊朗的女性运动。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嘛是颁予伊朗的人权运动。这2项世界人权大奖拢颁予伊朗的女性，这对伊朗的百姓来讲是有真大意义。I am very proud to announce that the 2023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has been awarded to Gina Mahsa Amini and the Women, Life and Freedom Movement in Iran. 今年欧盟最高人权奖沙卡洛夫奖颁予过身的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甲伊朗女人生命自由运动。欧洲议会议长讲，
9月16日是艾米尼伫伊朗被捕31周年。欧洲议会选择艾米尼甲伊朗女性运动做今年的得奖者，就此表达无被激励这抗争。欧洲议会伫甲伊朗继续勇敢为平等、尊严甲自由抗争的人徛做伙，而且对为自由付出最高代价人致上敬意。艾米尼伫去年9月13访问德黑兰时阵，因为无遵守严格投监规定，互伊朗警方逮捕。3天了后，因为被监禁的时阵受虐待，伫病院身亡。伊的死引起伊朗国内大规模女性抗争，世界各地女性也加入支持伊朗女性的行列，也必须伊朗总统重视这问题的严重性。مسئله خانم مرحومه امینی همه رو متاثر کرد و همه معتقدن که این قضیه معلوم بشه و روشن بشه. حتما همه ما با هر سلیقه‌ای و با هر نگاهی سیاسی با هر گویشی از هر جای کشور به این قضیه که باید پیگیری بشود به صورت شفاف و عادلانه این قطعی است. 根据人权组织的讲法，伊朗当局对抗议民众展开暴力镇压，造成500多人死亡，22000多人被逮捕。虽然事件伫今年初已经慢慢平息，不过依然有人表达不满。萨卡罗夫奖由欧洲议会伫1988年设立，用苏联奇迹人士萨卡罗夫号名。伊伫1975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萨卡罗夫奖每年颁发目的伫表扬捍卫人权和支持民主的个人甲组织。10月初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伊朗籍的人权运动者穆哈马迪。今年2项世界人权大奖拢颁发予伊朗女性，对伊朗人民有真重大意义。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辑。来看美国国防部公布上新的中国军力的报告。去年中国军机绕台是比前年加79%，佮讲中国已经有超过500粒核弹头。学者分析，中国袂凊彩就用核武器，若台湾颠倒要注意中国海空战力的提升，佮有网络假消息的威胁。中国持续对台军事威胁，国防部公布19到24点钟内查到26台强机、7台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8台强机佮超过海峡中线，扰乱咱西南甲东南防空识别区，造成空防的压力。美国国防部嘛公布中共军力报告，讲去年强机扰台次数比去年大增加79%。的确，他描述的这个都我们都面临到了，所以国军现在目前应处的。就除了加强监控以外，加强战备，哇！当然其他国家有什么意见，我们的意见交换。报告提起260多届台湾，显示对台海局势重视的程度。嘛提起美国国再声明关心北京对台施加压力，佮讲中国已经有超过500粒核子弹，可能伫2030年前增加到1000粒以上。学者分析，核武器有高度政治性，中国袂随便动用。台湾颠倒都要注意中国持续提升的海空军战力甲网络战。它应该还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会维持它原本的最小核主原则。那以及原则上不会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像是胁迫其他西方国家在一旦周边就是第一岛链州或者是印太地区周边发生战事的时候，去胁迫这些国家让他不要介入。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演讲，要求国会赶紧通过1000亿美金的紧急经费，支援以色列乌克兰。路透社报道，其中援助印太经费差不多70亿美金，军援台湾的部分都互人当作包括在内。柯国前讲，家己的国家爱家己救。自己国家嘛，我们就一定要自己来救。假如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任何帮助，我们当然乐见，但我们并不期望，并不指望。柯国前表示，台湾作战爱靠家己，国军任何演训的版本拢无外军介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涉嫌各做唱水站的涉弊案，国防发现伊带头提案要暂停唱水站3亿的预算。有签名联署的国民党立委表示，因是依法来审查预算。若行政院长陈建仁呼吁朝野应该爱理性讨论、合理监督，做伙支持国防自主。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下礼拜要审查明年度国防部预算。涉嫌战乱各自涉弊案件，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已经超过1礼拜无公开出来。不过，互人发现，伊阁带头提案冻结占南第一阶段原型南条件的3亿预算。理由是台湾无占南测试的经验，要如何执行，爱阁定清，爱国防部提出专案报告了后才用动机。
国家入境局马文君无出来解释，按过签名联署提案的廖婉如、吴淑怀表示，拢是依法行使立法职权。审查之前，都在面局找委员说服、说明，这些都是过程，内容我们都要了解嘛。非常合理。立法委员监督行政部门，如果我们不做预算审查，那就是失职。吴淑怀当作强调，家己都是因为爱国，更较爱严格审查国防部预算。同款属于外交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服用纳会，唔通故意反对相关的预算。冻结了以后，说明就要解冻，那也要拖到下一次会，聚焦在监督上。那这种杯葛甚至于扯后腿式的提案少一点会比较好。我希望朝野党团呢都能够理性的来讨论潜舰国造的这件事情加以合理的监督，潜舰国造的工作能够继续使得台湾能够有自主的国防。行政长陈建仁也发声调解，理性讨论合理监督。国防部部长邱国正表示，为针对个人来解读核设施契约，每年立会拢会对预算提出指正。国防部尊重，要责任提出说明，在争取到预算了后，会做好建军备战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哪边合作阁超别好势，要来讨论，外界嘛三无涨。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阁伊和郭文哲见面，初步达成共识，毋但合作选总统，阁包括立委的席次。安那侯友宜是强调讲，伊和郭文哲的沟通是真顺利。2024总统大选前夜阿伯合也咧讲，寻求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是动作真济。19暗时表示，已经甲民众党郭文哲2礼拜来见2摆面，也达成初步共识。郭办表示，合作不只是别总统，更包含议会席次。我目的只有一个，为2300万人民尽忠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谢谢。可以合作都可以尽量合作嘛。至于说立委立委倒反正沟通没有谈太多。郭文哲表示，平常时拢甲郭台铭开讲，因为伊是台湾重要角色。郭文哲20时提出财政政策，批评蔡政府扣税超过，提出4大方向守护财政纪律。对阿伯如何组成联合政府，郭文哲透露1礼拜对甲国民党来讲，暗过合作免是规划放弃。会规划放弃嘛？所以当然，如果跟国民党合作。当然，国民党还是主力嘛，人还是比我们多嘛，这我们也知道。我跟柯市长的沟通一直都非常的顺畅。当然，这当中也许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都可以逐渐把它沟通。马北力求整合，侯友宜是继续路南，20暗时台中竞总成立，台中市长罗秀贤是嘉宾以外，新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到会，营造团结气势。支持清德啊！共同来守护咱两岸啦、台海的和平啦，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罗清德是继续选战的步调，今早陆战友台立委的选情，暗过19罗清德反驳，要去拜访郭文哲的讲法，反对党批评郭文哲讲白惨。郭文哲是公孙笑表示，罗清德这个条件应该是民调接近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气候发展智库，佮有中研院做伙举办气候行动博览会，伫今仔透早开幕。本地主办单位要宣布，这礼拜6下晡，国民党、民进党佮有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要气候辩论。不过，民进党的赖清德表示，伊毋捌答应要参加。主办单位嘛证实讲，明仔载确定取消。以精彩开场表演了后，2023年台湾气候行动博览会正式开幕。这届博览会邀请真侪单位参加，以拄着未来做诉求，产官学做伙来发表相关宣言，呼吁各界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措施，展现台湾走向正面的决心。除了气候变迁的各种作为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怎么样跟自然和谐共生？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公约在2050年的愿景。
不过，这个博览会还未开始就引发关心。会前主办单位举行记者会，宣布21号礼拜六下昼已经邀请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国民党侯友宜加民众党郭文哲共台进行企业辩论，但赖定兄后来表示为头到尾无表示要出席。主办单位正式企业辩论会取消，改成人甲自然对话，放送纪录片，但表示无要多做说明。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嘛出席活动，面对款团不满，经济部甲固体再生燃料 SRF 当作立场，批评 SRF 会排放空污，制造更较侪废弃物。詹处长表示需要个沟通。SRF 的运用本来这个就已经是在国际上是一个成熟的技术。那我想说，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把 SRF 这一个应用的方式跟国人做说明。毕竟我们要走向净零减碳，很多净零减碳的方法，我们都要来妥善运用。活动伫松山文创园区场场发表松山宣言，希望展现台湾参与国际气候行动的决心，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拍拼。记者林俊明、张良祥台北报道。有立委接到民众的陈情，讲有连锁的大型健身房教练推销课程并业绩，若像为做假签名、甲投入信用卡。健身房业者声明讲，因有接受主管机关佮有银行规范，不过嘛会先暂停用相关的合约书，嘛会严格来审查处罚违规行销。休闲时间，未少民众会去健身房运动，打造健康的体态。不过有民众家立委陈情，讲互健身房教练推销课程，佮好亲像去互人做无实在签名、投入信用卡。信用卡被盗刷，然后合约被伪造我的签名，包括就是他们诈骗我，就是比赛的报名费用。这期间我就一直很纳闷，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也没有拿到合约，然后也没有发票的。那基于信任，我是会跟他们多买一些课程，那帮他们冲业绩。那但是离职以后，合约上说，所谓的有效期限来限制消费者退费，说你这个合约是已经过期了，不能退费。叶先生讲，财损的金额差不多34万。杨先生是原本的课部上完，搁买72节课，金额是9.8万。立委陈昭华指出，已经有真侪的消费者陈情，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对这个公司的上市，也有行销的不当盈利的状况做调查。在定型化契约里面有3天的一些审阅期哦，要求业者这边一定就是要把契约要给这个消费者依照消保法的56之1条的一个规定来予以处罚。那每一次的罚款是3万到30万之间。正式成为上市柜公司之后，我们金管会就会跟证交所做一些相关程度的监理啊，那也会把这公司的这个内控要求他依照规定要做好。互人点名的健身房业者嘛发表声明，先是受影响的会员有加会失的，同时嘛讲课程的销售拢有互主管机关甲银行机构这的单位来规范，会先暂停使用教练课程的信用卡收款书，并答应会有更较严格的审查规范，更严格处罚无下规定的销售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立要真做超高龄社会，做老人的健康问题是真重要。有医生提醒糖尿病时代要注意血糖上低问题，因为有的患者出现阳性的镜头，厝内人刷抓准，伊是去刷到。你要买115哦，比较高一点点。看诊进前，护理师帮是大人量血糖，注意血糖变化对因真重要。中央统计到今年8月，国内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数18%，65岁以上高血糖的几率有2.7%。是大人糖尿病患者愈来愈多，不过唔掠糖尿病会互是大人有并发症，低血糖嘛有可能出现混乱、低保灯发作、心跳伤紧、会紧张等等的镜头。有一寡家属无注意，佮当作厝内的人是卡着音。平常会注意吗？会饮食啦。那您会量吗？会量一下血糖吗？没有，因为没有家族性的。三高啊，就有当时袂稳定啦，会安偏。高医临床有过75岁糖尿病患者，常常袂记家己是谁，半暝真激动，事后诊断是大人的低血糖，因为低血糖有当时也无镜头，无容易发现。尤其糖尿病患者，若常常饮食无正常，运动量增加，用药唔对，食酒，拢有可能增加到这个风险。像低血糖患者，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一个研究，它有1/3的人验起来是有低血糖，但是它只有12%。
的人，他其实是有症状。有些患者他是反复低血糖，他是甚至会把那个阈值降低。如果这个患者一直这样反复把阈值被降低，等到他有一天真的会诱发的时候，已经低到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求助了。医生提起出来，是大人闹咧使用胰岛素，发现伊甲平常时的行为无共款，就要注意来监测着伊的血糖，因为低血糖是上接看到，却上容易互人忽视的临床问题，若严重有可能死亡。记者王柳婷并交款个报道。受到风台海龟的影响，花莲有真侪文旦是生了较歹看，卖袂出去，转后肥。台北市有国校的中道场出现龟裂的文旦。有家长就怀疑这是咧替农民销库存，若学校表示这是毛豆的文旦，为中秋进前就开始提供啊，绝对唔是销库存。料理煮好势，赶紧开起来！台北市福清国小的中央厨房所制作营养午餐，逐工要提供给附近的3间国小。按照合约，逐工拢有水果，最近有柳丁、多鸡素，也有文旦。到那个柚子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学校怎么会送这么好的水果？我们全班有剥柚子大赛，我得第1名。中道场有规粒的柚仔，囡仔是食甲欢喜甲。不过有囡仔也讲，老师有教因用糖匙啊安怎掰，安怎学就学袂会，规气规粒早回去处理。就带回家给爸爸吃。给爸爸哦。那是第一次吃到柚子吗？大概有2、3次了。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倡导说，我们的水果、我们的食物尽量是以原形给孩子，因为疫情之后避免交叉感染。家长会长表示，因为卫生的关系，午餐委员会有请业者唔通切，也因为其他学校的家长向媒体表示，国内的文旦伤过济啊，可能是一个销库存。校长是特别有来买货，团线业者也讲，用这当着是的水果，这成本才会好。9月22号、9月27号，还有10月4号这3天吃文旦。那么尤其前2天，那根本在中秋节之前的价钱还比较贵。当季盛产成本才低吗？对。那以这个季节，其实就是柑橘类盛产跟文旦盛产的季节。中秋进前有提供2解文旦，而且是对台南麻豆来的，唔是花莲。校长也讲，无伫咧斗销文旦，也因为即马文旦产季已经过啊，11月到明年1月袂出现伫咧午餐的菜单内面。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底，屏东民用工厂大火死伤严重。讲到这工厂大火是真麻烦，消防拍火救灾风险嘛真悬。即阵台北甲台南都为外国进口一款消防机器人，有关救灾效率嘛保障消防人员的安全。炮塔可做40度的抬升变化。点火无机着火烧，全坡甲火拍互花。这型这项进步的是台北市消防局为奥地利新进口的消防机器人。这台消防机器人通全水到80公尺高，全坡通到70公尺。那救灾现场有高烟，也有白烟的功能，可以做直线水雾的涉水以及泡沫的灭火。另外还可以排除火场里面的障碍物，尤其是在工厂的部分，或者是说，在一些特殊的隧道里面，让我们的消防人员救灾啊，更为迅速，而且更为安全。顶个月底，屏东民用国际公司的工厂大火造成严重死伤，过身的名单包括消防人员。台北市消防局表示，工厂定有囤高风险的物品，那起火烧会较歹处理。这个消防机器人就通提供真大的帮助。我们目前呢是部署在福安分队，那福安分队的辖区呢是在社子岛，那社子岛基本上都是工厂林立，因此呢，当工厂发生火警的时候，因为它火载量的关系，所以会造成火势不易扑灭，而且也会不断的蔓延。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消防机器人就可以达到它救灾的效果。一方面呢，可以降低现场火灾的温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可以降低救灾人员的风险。台北市消防局表示，这台消防机器人一台1000万，目前台北、台南拢有。台北市的机型有加热现象机，能通协助消防人员了解火场的温度，也通透过侦测人体的温度协助救援。未来别个县市若有需要，也通提供附近的县市使用。记者郭长水台北报道。今年7月，有民间企业透过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捐48台救灾车予乌克兰，那第2批70台嘛顺利捐出去啊！一寡踮台湾的乌克兰人，今仔日是到立法院感谢台湾人的诚心。每一辆车、每一个零件都我亲自盯场的。
今年7月份的时，政府甲民间企业合作，共同关护乌克兰48台救灾车辆。目前这些车拢伫乌克兰投入救援的工作。第二批要关70台救灾车辆的合作计划，拜五早起伫立法院长尤锡坤的见证之下，也达成任务。每一辆车，我保证出去，如果不讲，人家都以为它是新车，绝对不会说让他们觉得说我们送的是二流的车。所以，像你们把这些图片送回去，一个人告诉1万个，台湾政府是非常帮助乌克兰的。虽然这些车拢是中古车，不过拢有经过整理，功能也真好，准备要送去乌克兰前线协助运送伤患，互踮伫台湾的乌克兰人真感谢嘛真感动。乌克兰也很大，用轿车送伤患没效率，加上路况不佳，因此常常在路上会发生故障的风险。台湾捐赠救援车辆车上都有应急的专业设备，可以一次救很多人的生命。对乌克兰而言，这是一场救灾的及时雨。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东半，也未收煞。乌克兰的坚强嘛，互人感动。关政单位表示，未来会继续募集资源，希望台湾有更较侪民间的爱心甲物资投入，互国际上更较侪人看到台湾的爱心，嘛互乌克兰知影台湾参乌克兰是徛斗阵的。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宜兰的龟山岛是出名的观光景点，不过最近煞互发现讲，这孤岛的导览资讯是真侪所在拢写唔对，亲像咧讲龟卵煞藏龟手的相片，传统的72架风吹写做12架，那东北角的管理处新任顶达会联名来改善。来到龟山岛会当看到顶头菜观光导览牌，因讲基进都发现标示有明显的错误，比如讲岛上传统的72架风吹写做12架风吹，龟卵以上的风景则藏龟头的相片，影响观光形象。那这部分应该风管处用心一点，他们就可以考虑到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可以想见。东北角风管处，它就是无心在管理这件事情。龟山岛讲是生态岛，另一评讲伫这群岛上也阁看到4只山羊，无被好好管理。若是这款山羊不是原生种，就应该带离开，以免破坏岛上的原生生态。民众也真关心。有可能全世界游客来这看到这类族群的时阵，讲那会是甲伊线顶查到，还是讲真正正确的资讯无共款，所以这是真无好的。以前捌伫咧龟山岛大会民众讲，自早伫咧岛上负责海防的士兵是有饲羊要抬来吃，讲居民选走了，羊才被选走。早期大概民国50年左右就有那个海王的阿兵哥就养了。展示馆还有入口区的地方啊，他新做了一些排水有错误，这个在年底以前会改进完成。东北角航管处讲，岛上的电视管甲入口的所在，有请厂商做新的导览牌，确实有淡薄错误，连岛上的食物介绍也拢标唔对，已经请厂商伫咧年底进行来改善。因若山羊的部分，也敢若是包商带来龟山岛吃的，因为外界质疑会破坏生态，将会赶紧甲羊刷走。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部落的建筑代表因传统的文化。不过有一寡是年久未侵，破损是真严重，无符合建筑的法规，恐惊就爱互拆掉。台东卑南族的南王部落有一栋10外栋前起的3站楼冠传统厝，公所即马是认定伊是违建，要求拆除。不过族人拢希望保留，呼吁政府就爱修法，互传统厝成做合法的建筑。这栋伫台东市金城北路边10多年前，卑南族南王部落用竹仔甲马草搭建的3层楼传统厝，即摆已经破损，竹仔嘛含烧去。台东市公所认定是危险建筑，爱拆除，互族人真烦恼传统文化的消失。当初希望留下，但是也没有人说要去如何找经费维护它。我很怀疑这个政府到那个盖那么久了，还不让它合法，这是我们传统这个房子。台东市公所表示，因为这栋建筑物外观甲内部拢已经破烂，而且即马的建筑法规要求新建建物拢爱符合政府的规范，不过也是会交由部落讨论，安怎拆除还是重建，拢会尊重部落的决议。
透过公部门这边来看能不能找一些资源来重新再修缮或是改建之类的。我们还是尊重部落，看要怎么拆，有部落的这个提出来的方案来做处理。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建筑是这个不是合法的，那我们是不是拆除了之后，将来走一个合法的途径？早期一寡原住民的部落，正文化习俗用自然的材料搭建的传统厝，也是瞭望台，因为风吹日晒雨淋，较会破损。不过整修了后，也会使使用，只是即马受限的建筑法规，无法度得到建筑执照。部落族人是呼吁政府会当修订相关的法规，互原住民传统建筑甲工法的文化会当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风台接要来，这森林的农业损失是真严重。目前农业部针对森林公告20项农作物现金救助，各有公告县内7乡镇会当补助现金。不过有一寡农损是即阵才豆豆出现，县府是希望中央的救助范围会当增加。受到小犬风台影响，延地性的农业损害陆续出现。云林李仑乡农民表示，这期稻仔浪花的时阵，拄好碰到风台，所以即马出水无涨，未来拢无切啊通收。拄风台来，遐当日出是咪开始出一半期啊？以后拢堆咧要出啦，爱拍者就拢失啦，失啦哩就变成安尼。云林县农业处讲，稻仔即摆无伫农业部公告现金救助的项目，是以稻仔保险理赔。若准农民即期的收成无到3吨，平均一个80%，一公顷才通领18000块。即马农业处建议放零，而且嘛延长补助的时间。云林县政府又建议了将10项的天然灾害的灾损，那比如说我们讲的芹菜啦，然后还有番茄的部分，还有不辣的部分，这些诸如种种大概有10项。那希望中央能够尽快核定这个天然灾害救助。另外，云林县内包括仑背乡等7个乡镇，所甲温室甲结构也是现金救助的地区，一公顷救助15万至50万。10月20早起，农粮署相关部会去台中市大甲勘察稻仔损害的情形。用规查大规个拢看破蛋啊！是针对这些受灾的地区，那农业部会公告这一个稻作的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农业署表示，受到小犬风台影响，即摆稻仔延地性的损害真严重，佮加上陆续有真侪县市来反映，所以原则上会以稻仔收入保险甲现金救助2种方式来办理，农民会当向各地公所咨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原生种雷公枪是高雄寿山一种真特别的食物，伊开花时阵，民众会感觉迄是草味，定定甲伊破坏。加在7当前，茶山志工队甲雷公枪刷到平地来保育，目前是真成功。看到这张食物，伊说了比一个人搁较悬，内壁茶山游客肯定拢有看过。这毋那是台湾原生种面貌模糊，嘛是世界级的物种，大家拢叫伊雷公枪。即摆伊哪会刷来平地，原来是茶山志工队帮伊找新厝。那我想说，这也是一种天地保育，把它人工授粉。结果是尝试以后算成功了。隔年5、6月，春雨一下，萌芽上来，今年已经第3年。这张雷公枪原本生伫茶山，早期因为民众感觉雷公枪真草，拢甲伊破坏。茶山这工队才伫2015年刷到平地种，嘛替伊人工授粉。到今已经开花第3摆，这期间嘛作为教育展览来使用，互大家会当更加熟悉台湾的自然生态。雷公枪目前是台湾生做上悬花式的食物，伊的花上悬会当有3公尺。毛魔芋的这个生长它非常特殊的是讲伊的花序是咱的花种内底上悬的，上悬的，伊差不多150公分到200公分拢有，上悬甚至甲要到300公分拢有啦。目前雷公枪伫茶山的数量族群真稳定，并无生存危机。不过，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嘛提醒民众，若是破坏雷公枪是违法，民众爱好好珍惜台湾原生种的食物，会当继续生产。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北部转凉，各日头的低温会比昨减1-2度左右。日时甲暗时的温差真大，各日头会较会落雨。台中以北甲宜兰会落短暂雨，安那有的所在过昼了后会落雷公雨。拜六礼拜天气拢较凉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天气拢转凉。下晡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3度到28度，中部地区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24度到29度。外岛地区20度到29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